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。这个代志以后，有一个犹太人的做期，耶稣上去耶路撒冷。伫耶路撒冷近油门的所在，有一个水池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。水池边有5个走廊，伫走廊有真侪病人倒伫遐。有失明的、骹歹的，甲半身不遂的。有的草本有跌等水震动。第4节，有时主的天使会落来地呢，甲水拍震动。水震动了后，头一个落去的人，无论什么病拢会好。伫遐有一个破病38年久的人，耶稣看到伊伫遐，知影伊已经伫遐倒真久，就甲伊讲：“你爱好起来无？”迄个病人应讲：“先生，水震动的时，无人甲我抱落去水池，我想要落去的时，别人比我先落去啦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起来，举你的床铺起来行。”迄个人随时好起来，就举伊的床铺起来行。迄日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迄个互耶稣医好的人讲：“今仔日是安息日，你举床铺无合法。”伊应讲：“医好我迄个人甲我讲，举你的床铺起来行。”因就问伊：“叫你举床铺起来行，迄个是啥人？”伊毋知迄个甲伊医好的是啥人，因为有真侪人伫遐，佮耶稣也已经渐渐离开。后来，耶稣伫圣殿拄着伊，甲伊讲：“你已经好啦，毋通佮犯罪，则袂拄着佮较惨的代志。”迄个人离开了后，对犹太人讲：“甲伊医好的是耶稣。”因为安尼，因开始迫害耶稣，因为伊伫安息日甲人医病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我的爸到现在一直伫工作，我嘛伫工作。”为着安尼，犹太教当局搁较想要害死耶稣。因为耶稣毋但违反安息日的规定，搁称上帝做伊家己的爸，看家己甲上帝平等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囝袂当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只有看爸做什么，伊才照安尼做。爸所做的，囝嘛照呢做。因为爸疼囝。”将家己所伫做的一切，拢指示囝，嘛会将比这个较大的事指示伊，要互恁感觉奇怪。爸安怎互世人搁我，赐因活命，亲像安尼，囝嘛要将活命赐互家己所爱的人。爸拢无甲人审判，伊已经将审判的权柄拢交互囝。是要互众人尊敬囝，亲像尊敬爸。无尊敬囝，就是无尊敬找伊来的爸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听我的话，搁信找我迄位的人，有永远的活命，已经出死入活，毋免受审判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时得要到，现在就是。世人会听见上帝的囝的声，听见的人会活起来。因为爸本身是活命的君源，伊嘛安尼，互囝诚做活命的君源。伊已经将审判的权柄赐互囝，因为囝是人子。这事恁毋通感觉奇怪，因为时得要到，所有死去的人。拢会听见囝的声，
因为对模拟出来最好的搁我得到活命，最歹的搁我受定罪。我袂当照家己的意思做甚物，我只有照所听到的来审判。我的审判公正，因为我毋是趁家己的意思，是照找我来迄位的旨意。我若为着家己作证，我的见证就无真实。有另外一个人在为着我作证，我知伊为着我所做的见证是真实。恁捌派人去见约翰，伊有为着真理作证，毋是讲我需要人为着我作证，其实我讲这个事是要互恁得到救。约翰是得到得照光的灯，恁欢喜暂时享受伊的光。不过，我有比约翰较有力的见证，被交代我完成的工作，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工作。会当为着我作证，表示爸有找我，可找我的爸已经亲身为着我作证。恁还毋捌听到伊的声，嘛毋捌看到伊的形状。恁无将伊的话放伫心内，因为恁毋信伊所找迄位。恁研究圣经，因为恁想迄内面会找到永远的活命，其实就是圣经在为着我作证。安尼，恁还阁毋肯来我遮得到活命。我无接受人的称赞，毋过我真正了解恁，伫恁内面无疼上帝的心。我奉我的爸的名来，恁无接纳我；若有别人奉家己的名来，恁颠倒甲伊接纳。恁互相称赞，总是无追求对唯一的上帝来的称赞。安尼，恁哪会当信我？毋通想讲，我会伫爸的面前控告恁。在控告恁的是恁一直在仰望的摩西。恁若真正有信摩西，嘛会信我，因为伊有写我的代志。伊写的册，恁都毋信，哪会信我讲的话？